主席，感謝黃錦輝議員提出呢項議案，我亦都支持所有修正案。國家15規劃明確將 AI 提升至國家嘅戰略，提出全面實施 AI 加嘅行動。我非常支持香港政府推出嘅多項措施，包括成立 AI 加與產業發展策略委員會，設立沙嶺國際數據園區，全面提升香港嘅算力，推出人工智能資助計劃同埋優化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等。我覺得真係期望咧 AI 加 X 咧真正可以賦能千行百業。我亦都支持政府推動 AI 產業化、產業 AI 化。我建議咧政府資助研發針對特定行業嘅垂直大模型，提升 AI 喺不同領域應用嘅精準度，同埋加強支援中小企重構生產流程，提供更具針對性嘅 AI 工具補貼，避免咧中小企喺數碼轉型中落後㗎。主席，我過去10幾年都爭取從小培養 AI 嘅人才，所以都特別歡迎政府推動全民 AI。尤其樂見財案就接納咗民建聯嘅建議，撥款支持大專院校同埋公務員系統提升 AI 嘅培訓。我認為提升全民 AI 嘅素養同樣都重要，希望政府特別關顧弱勢社群嘅需要，留意長者、殘障人士、兒童同埋青少年嘅需要，同埋教育大眾善用 AI 同埋喺網絡上面保護自己。主席， AI 嘅快速發展亦都帶嚟好多新嘅挑戰，深偽技術啦、侵權啦、私隱外泄啦、不當使用等等嘅情況其實係不容忽視㗎。有員工將機密嘅資料就輸入 AI 平台導致公司嘅資料外泄。美國有青少年沉迷 AI 聊天機械人而自殺。最近美國同埋加拿大嘅槍擊案中，AI 淪為罪犯嘅軍師，協助選擇武器同埋攻擊嘅時機，平台都冇報警嘅。有配音員啦、藝人配音員嘅聲音啦、藝人嘅肖像啦、音樂啦、影像啦、藝術品咧，未經授權就被 AI 化。因此我嘅修正案中就加入咗提到要完善 AI 嘅相關嘅法例、認證同埋安全嘅框架。我建議政府考慮以下幾點。第一就實施風險分級監管，參考南韓嘅做法，按企業使用 AI 嘅風險等等級分類，涉及醫療啦、金融啦，同埋一啲關鍵基礎設施啲高風險嘅領域必須要達到指定嘅安全標準。第二就係加強推廣 AI 管理標準，例如涵蓋數據質素、應用同埋安全準則嘅 ISO 42001嘅標準。第三就係參考內地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要求所有 AI 生成內容加入雙層嘅水印，表面標示就係俾公眾識別嘅，底層嘅程式碼就係方便執法機構去追查，同埋要求所有平台主動標示懷疑由 AI 生成嘅內容。主席，我亦都建議政府建構 AI 時代嘅版權認證制度。AI 時代藝術同埋創作面對三大嘅挑戰，作品容易被抄襲啦，來源難以追蹤，創作者亦都難證明自己嘅權利同埋收入分成㗎。而家最大嘅問題就係缺乏統一嘅作品身份認證，就好似我哋一般嘅貨品有條碼去認證啦，書我哋有 ISBN， 但係藝術品同數碼創作好多時就冇可靠嘅 ID， 亦都冇出處嘅記錄，通常一般都唔完整㗎。結果就係資訊唔對稱啦，買家啦、畫廊啦、機構啦，甚至法院都難以即時確認作品嘅真偽啦、版權啦、授權啦同埋出處等等嘅呢啲嘅歷史記錄。所以我就建議政府參考我哋國家嘅數字版權唯一標識符 DCI 3.0 Digital Copyright Identifier， 歐洲嘅藝術品身份標準 Art ID Standard 同埋國際嘅 CEPA 內容來源與真確性標準等去建立一套可以公開查詢具法律效力嘅數碼版權同埋作品認證制度，結合數碼 ID、DID、區塊鏈同埋 CEPA 嘅標準提升信任同埋透明度就可以同時保護藝人啦、創作者啦等等，亦都可以便利交易，亦都有助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藝術科技嘅樞紐。
我留意到咧，香港科技大學嘅團隊咧開發咗 AI 藝術創作同埋 ID 註冊平台，能夠透過 AI 嘅協助創作，同埋將藝術家嘅真正身份、作品同埋擁有權咧安全咁記錄喺區塊鏈上邊。咁我覺得呢個項目咧係可以推廣應用嘅。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支持我嘅修正案。